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前书第4章。安尼，人着看阮做基督的仆人，是上帝奥秘的管家。对管家的要求是着对主人忠实。我受恁也是别人评断，拢看做小事，连我嘛无评断家己。我感觉家己的良心清白，不过毋是安尼就证明我无罪，审判我的是主。所以时机还未到，你毋通批判人，等到主来临，迄时以为阳光照黑暗中的秘密，甲隐捌伫人心中的动机暴露出来。迄时，逐个人会对上帝得到称赞。兄弟姊妹，为着恁的缘故，我将这事做例，用伫我本身甲阿波罗的身上，互恁通对阮学习，毋通超过圣经所记载即句话的意思。恁中间无论什么人，都毋通抱他即个，看轻迄个。什么人，互你想讲家己比别人较敖？你所有的，敢毋是拢对上帝领受？若安尼，你是安怎在自夸？哪阵毋是对上帝领受？恁已经逐项拢有，恁已经富足，恁甲阮杀伫边仔，家己做王。恁若真正做王，毋知偌年好咧。安尼，我嘛通甲恁做伙做王。我想，上帝将阮这个使徒摆伫马溜，亲像死刑犯，互人拖出来示众，互世界、天使甲人看。阮为着基督的缘故做戆人，恁却甲基督结连做巧人。阮软弱，恁勇壮；恁受尊重，阮受看轻。到现在，阮还搁伫喙焦，穿破衫，常常互人拍，逐所在流浪。阮靠双手拖磨度活，阮互人骂，反转甲恁祝福；互人迫害，阮忍受；互人侮辱，阮用好话回答。到现在，阮还互人看做世间的粪扫，人间的坐台。我写这个互恁，毋是要互恁见笑，是看恁做家己亲爱的囝儿，在甲恁教示。恁虽然有几万个教导的人在教恁捌基督，毋过老爸只有一个。通过福音，我伫基督耶稣诚做恁的老爸，所以我劝恁着学我。因为安尼，我找提摩太去恁遐，伫主的内面，伊是我亲爱搁忠实的囝，伊会将我甲基督耶稣结连的模范，就我伫逐所在、逐教会所教示的事，甲恁提醒。恁中间有人想讲我袂去恁遐，就自高自大。若是主的意思，我念边会去恁遐，迄时我就会知遐个骄傲的人伫讲什么，嘛会知因会当做什么。因为上帝国的实现，毋是靠言辞，是靠权能。恁爱倒一项？我去恁遐的时，恁爱我举册仔，还是带温柔疼痛的心